好，我係民安隊山嶺搜救中隊第4分隊嘅邱浩樂。上一集大家分享咗行山一定要結伴同行，今次我哋就同大家分享第6個錦囊風水。今次我哋去筆架山會係由獅子山郊野公園嘅燒烤場出發，沿途一路上山，去到回歸紀念亭。大家好，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呢係喺筆架山嘅回歸亭。咁筆架山位於獅子山郊野公園裏邊，海拔高度係有458米，喺呢一度可以俯瞰到成個九龍半島嘅景色。咁但係大家一上嚟嘅時候就要留意，因為呢一度比較多樓梯，所以難度係有3星。大家上嚟嘅時候都要注意自己嘅體能啦。喺筆架山嘅觀景台上邊可以見到成個九龍半島嘅景色，十分宜人㗎。要完成今日嘅路線都要好幾個鐘頭，所以我哋除咗帶咗電話之外，亦有帶埋對講機。喺電話收得唔係咁好嘅路段，都可以同隊友保持聯絡。大家行山嘅時候要攜帶可靠嘅通訊器材，例如手提電話、對講機。千祈唔好忘記帶後備電源，即係尿袋啊！今日行山嘅時候，我哋分別遇到有馬騮同埋野豬，呢啲都係香港常見嘅野生動物。大家如果郊外遇到佢哋，千祈唔好走得太近，又或者餵佢哋食嘢啊，因為咁樣係犯法㗎。如果大家喺行山嘅時候遇到緊急嘅情況，可以致電999或者112。只要你嘅位置有任何一個本地流動電話網絡覆蓋，致電112就可以接駁到999緊急服務中心。如果有緊急情況之下，你見到呢一個緊急求救電話都可以用㗎。好啦，我哋要繼續我哋嘅行程，希望大家行山前做好準備，開心出門，快樂回家。拜拜。